后来继续要来看是这个中国实施3个月禁渔令，到顶礼拜6、15号是最后一天。结果禁令一个解除，中国的渔船就食过界，到咱澎湖的7米海域去掠澎湖一种特有种的塔壳石鸡。这个海巡署发现了后，马上出动来入船，3分钟尔，都强制登就中国的渔船掠到24个人，而且查到500公斤的塔壳。第一次广播，停船接受检查。停船，船长，阮海巡署，哦。海巡署人员发现一台中国渔船超过界线到澎湖7米的海域，随放送要求对方停船。无想讲对方若无停船，佫想要走，海巡只好赶紧用。阮即马第3届第三次广播。短短几分钟就入到啊！船呢爬去船顶检查，发现讲对方超过中线，就是要来掠澎湖特有种的章鱼石鸡，总共伫船顶去抄到500公斤的石鸡。海巡人员发现讲，中国渔船啊以录书本的方式找人上船，专门钓这款高经济价值的特有章鱼，等于中国了后卖好海产餐厅，这对着澎湖的海洋生态造成严重的伤害。这摆总共掠到24人，连人带船押回马警侦办。不过因为伫疫情期间，海巡人员嘛唔敢放松，全程的人员拢有戒备，并且对中国渔港量体温检疫。掠这款超过界线渔船的同时，嘛要兼顾防疫。